各位来宾，大家好，我是今天的司仪张怀武。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来参加新郎蒋正涵、新娘夏莲熙的结婚典礼。我现在正式宣布，他们的结婚典礼正式开始。6年前，新郎新娘来到了江明一中，6年后，他们又回到了江明一中，这意味着什么？这到底意味着什么？哎呀，你别卖关子了，别卖关子，直接说。为什么？哎，这意味着教育的根本在于育人。我们学校不仅仅关注每一位孩子是否能考上大学，我们还关注每一位孩子未来的生活以及成长。好。哎，老张，这个稿子是张主任给你写的吧？越来越有那个味儿了啊！好了，快听。作为这个郑哥和夏姐的高中同学，作为他们的好同事，我必须要推之不易，却之不恭，成人之美，无私奉献一下。现在由我来爆料一下郑哥和夏姐从高中到现在的爱情罗曼史。但我要说的是啊，他们真的没早恋。怎么了？哎，新郎新娘，着急了吧？啊，还没到这环节呢。什么情况？怎么了？他们这是什么情况啊？着急，要说这个新郎啊，就是和新娘就是有点。谢谢师姐。谢谢各位，百忙之中抽空来参加我的婚礼，能够娶到莲熙，是我这辈子最大的愿望。不是，我想说，今后，无论是晴天还是阴天，下雨还是刮风，雾霾还是沙尘暴，我都愿意娶莲熙为妻。别到这个环境着什么急？我知道真是这样。快，加快流程。那个我们加快一下这个流程啊，这个郑哥，你是不是愿意？我已经愿意了。他愿意。那夏姐，你是不是？对，愿意。等，我愿意。好。好。那个现在出现了点这个状况，我们公司呢，我们得一起想应对的修复一下新出现的 bug。是否愿意陪伴新郎和新娘一起在这里问候？那咱们就让他们分工去执行吧。小新，你负责编译和运行 PHP， 然后陈一川，我和段玲，我们先去把它模拟出来。好的，明白了。你去忙吧，你先不用管我。别担心啊。这程序员和程序员的婚礼果然是不一样。哎，幸亏我是提前退出了这一行了。你就偷着乐吧。都说互联网行业啊，杀人不见血。我以为嫁给小川以后，经常独守空房已经够惨了，没想到小希和郑涵的婚礼还能搞成这个样子。好了，你都够幸福了。他们这加班得加到什么时候啊？谁知道？我去看看小川。去吧。你那边怎么样？还行，快了。我这边搞定了。你这块到哪儿了？我这边已经破解到第2个步骤了。OK。还好，虚惊一场。辛苦各位，辛苦各位，辛苦。没想到婚礼当天，还要你穿着婚纱和我同甘共苦。从第一天认识你的18岁，到未来遥远的80岁，我都做好准备了。
卷一张，在陌生的地方，空的方向，约定要一起前往。你的温暖装满行囊，寻找我们划过的远方，听着彼此简单的勇敢，拆开生活的每体单，百岁之好，一言为定。